大家好，又到安尼运动时间了。今日玉梅老师要带大家做乜个运动呢？那个斯文臀部，哈，嘿，这个安尼身体的个安尼基础，好，就在安尼101大楼哈，给地基迄无稳哈，你给安尼101大楼就会摇摇晃晃。不说安尼臀部哈，迄假使讲迄挺硬，也系挺圆。 好，人家个脊椎就没办法被支撑。故说人家今日啊做髋关节个展，做迄老人的臀部伸展个按摩哈。好，一下同样哦，乡亲朋友同玉梅老师同样哈，起后来一下让右脚放到前面，好，左脚的跟着力量起后来，吸气，好，右脚抬起来，放手叉腰，右脚都顺畅。乡亲朋友，假使你左脚无力的话哈，好，放下来。 不用轻松，好，玉梅老师go先讲哈，一下唔起放起来，唔好坐到的旁边方，唔好坐到顶的方，放起来同玉梅老师共下做运动，放起来嘛啊，唔好坐顶咯，坐顶你会对不起自己的身体啊哈，大家放起来安尼哈，各位呢，一下唔假使讲唔起唔稳，哈，唔假使讲一下起唔稳，唔会知道安尼摇来摇去，唔是顺畅板凳安尼壁。 也系板凳凳呢，也系板凳也做的哈，板头来避稳。人家做髋关节也系脚嘅旋转的运动，非常好啊哈。那你脚还有力咯，你就下张也就可以出国去旅行了哈。好，一下人哋脚，右脚吸气，抬起来，右片，不用轻松，挖一拳转来，左脚上来，好，到前面开始1，下来，挖拳呢。 上来，3，放下来，你放下做嘛？上来，吸气，跳起哦，抬头挺胸哦，提膝刀。乡亲朋友，你脚跌下来几多度诶？因为老师脚还冇放下来哦，你脚放下来几多度诶？好，你假使你脚放下来越多度，人做脚就越有力。好，人个脚个安尼髋关节，好就会越来越有关节活动的。 安尼灵活度也好，好，慢慢的用转来，吐气，好，松松啊，松松啊，啊，人讲哦，看起来当健人的通常去做起来哈，当舒服啊哈，好，加下人迄脚5背哈，前面，好，一下同样啊哈，脚抬出来，重心放到左脚，人家迄右片到左片，也下左片到右片，好，吸气，抬放起来，好，从左片开始，下来，发一只眼前呢，吸气。 上来，到前面，左片，吐气，把一只眼前呢，吸气，转来。乡亲朋友，你同玉梅老师比赛哈，脚冇跌下来，一下右脚冇从到天来哈，好慢慢的吸气。你可以板凳2片板凳，你有个安尼壁也好，好安尼训练下左腿的力量，和训练下髋关节。 好，吸气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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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加油哦！脚跌下来咧，好，吸气，转来，不用轻松。哦，腳動咗呢，好得啊，得啊。你講又講誒，右片左片哈，右片5度，左片5度，你冇跌下來的話，因為老師讓我們拍拍手，好，按嚟表示呢，你可以直接去旅行哈。好，也很穩腳了哈。 然後重心左腳，重心到右腳，好，手可以叉腰，你手叉腰咩好哈？你手叉腰，不用等，知道，看見運動有信心了，你直接做按你抬頭挺胸，希望人手板凳別好，好，吸氣的時候右片抬，好，左腳，好，5背挖一隻拳呢，好，不用下來，腳冇不用起來下哦。 莫多起来哦，吸气，好，乡亲朋友啊，可能也脚跌下来哦，好，吐气，好，第3度咯，吸气，你手叉腰咩好，板凳，好，吸气，假使我要有好板呢，吐气，莫放弃哦，加油加油，好，再来吸气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不用下来，好，不用轻松啊。 从2度开始做，3度开始做，4度开始做，然后安尼
大腿的力量哈，还你的天然的心脏，因为样哎，安尼血哈从呀心脏流到脚方，是自然而然的天生之外，你那个血气的回流，好就可以这样棒谱用哎，那个棒谱会有力，你这样做的循环转来，你要新陈代谢较好。好，也按反方向了哈，跟它左片，然后右片开始了哈。好，来吸气，跟卡起来，向下走，向下走。乡亲朋友，莫难事哦，也运动时间哦，健康是身体的财富啊哈。好来右片，好不要看手，好吸气，卡起来，较高地位，较高地位哦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转左片，要么是大腿太粗，有没有较扯哦哈？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听一刀，加油哦。好来，第3刀，我看呢，同样呀。啊，咱讲安尼髋关节哈，係最容易骨质疏松的地方。你安尼哈，你腳哈，接安尼行路較太鋪，行路較有力。加油哦，加一刀，好，加一刀。哎咻，李老師跌下來咧。好，慢慢的，好鬆鬆啊。哈，做人呀哈，行路腳卡起來行路，好，嗰個踏步、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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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步，係唔一樣，係唔一樣髋關節。骨瘦老人家哈，最容易骨质疏鬆的地方是呀，髋關節，呀有老人的思維呀，有影響。好，骨瘦人的髋關節的靈活度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記得啦，右片挖到左片，左片挖到右片，做完嘢腳鬆鬆啊，拍一拍，放鬆。好，好，過來啊哈，你向左片右片過前面，差你的腳去瞧，你冇個腳踏踩嘅嘛哈，你冇個四兩叉。你冇四兩叉好事，起得咪可以做腳踏車式哈。好呀，同樣啊哈，手叉腰右腳到前面，同樣哈，你看哈，安尼，安尼，有冇？向後背，向前面吸氣，向後背，向前面，你加油啊！3、4。同學們用可以板凳哦，板凳的哦，板走的，好，反方向，1、2，有冇？你騎腳踏車去，係咪咁樣按呢正轉反轉，哈，3、4，你講假使騎唔係得發點腳點地，係呢，5、6、7、8，好，不用想說，好，做嘢當強誒，一下子我身體就瘦起來啊哈，鬆鬆啊，得得咧，好，穩腳了，各看清楚哈，來，看清楚啊哈，向前踏，向後背踏，是看那樣哈，來，抬起來，好，1、2、3，要動專心這樣做的，4，還冇搖晃，5、6、7、8，好，不用下來。人家是講哈，人家是講，只有 test 你的話，你一刀先做3刀，好，當邊5刀，當邊8刀，當邊10刀，好。你這樣還是吃到 test 你的話呢，人腳趾可以稍稍點地，好，做到熟起你就可以，他們這樣4兩茶用啊，你引太唔是着地啊哈，好，然後個反方向啊哈，好，1、2、3，盡量腳趾頭給它勾到位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不用享受。同學們要做嘛，你做幾多刀？你做幾多刀腳踭跌下來哈？好，慢慢的，也很甜哈，然後引來引寒的咩，天氣引來引冷誒，你讓身體瘦起來哈。幸好的方法就是讓肌耐力加上讓身體的伸展，好。腳也髖關節做好伊個臀部，加腳安尼，好，順便做到人骨骼髖關節嗰個臀部之外呢，還做得挺同到人訓練大腿嘅肌肉嘅力量，好，下一個動作呢，
因为压髋关节老骨放起来，骨下去放起来。你看压味道卫生的关系的考量哈，因为出去旅行啦，动到个马桶唔要坐迄骨的，你骨下去起唔放起来哈，你就会腰骨会塞到，哈，会腰酸背痛，脚趾头又会受伤。故说你都不看呢，也还玉梅老师要准备一种手灯呢，哈，你都不看去呢，你脚打开来。 好，同样髋关节宽度，你脚打开来，好，骨下去放起来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练到安尼髋关节灵活，膝盖的保护，好，个人背部的伸直，好，然后呢，像大家，好，先膝盖弯曲，好，手不要等的哈，你按呢放，伢臀部，过一伢个，伢师傅也都全部都会被延展到，好，记得咯，唔好按呢。 按了也不会让顺出来，好，手不用多，你前弯还好，你可以不用像玉梅老师冇等你咪可以做。如果你掉呢，等你一高一大，也係按呢，你就貼下骨頭嘅，好，看人膝蓋能力，好，不用多樣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你看你按呢後面，你腳趾頭冇到前面，鬆到後背去，你看啦，腳趾頭冇超過人嘅腳趾頭。 莫按前面，都后背去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鼓下来，手板凳凳呢，好，吸气，同样哦，都压臀部，膝盖往后推，臀部向上提，好，慢慢的看前面，好，吐气，弯曲，慢慢的鼓下来，放轻松，按你训练呢。 按你训练对人脚趾头、对人髋关节、对人背部脊椎都非常的好哈。好，过来吸气哦，挺多呀。乡亲朋友，人思维向后，过向后，过慢慢向上，看前面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臀部向后。你按呢哈，按呢，你看牙角吐哦，按呢，老按呢冇同样哦。好，过慢慢的吐气下来，放轻松。 你做几多的身体就会瘦哦哈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向当方伸展，啊，你们老人千万有会慢慢的进步哦哈，你会发现呀，骨也打开来，好，骨的镜头又来到，好，慢慢的，记得咯，乡亲朋友按呢哈，骨下来去，臀部向后，你骨下来去按呢，臀部向后，嗰张都骨下来，吐气，好，吸气。 脚趾头向后背，好，慢慢的伸出来，向前面，好，跟着慢慢的吐气，鼓下来，好，乡亲朋友，玉梅老师来老大家分享，头半人讲哈，鼓位对了哈，能蹲才有老本呐，你鼓位下去，好，你鼓得好势哈，你知有个路的本钱呐，也几多后生人冇办法鼓啊。 唔鼓的时候呢，呀，脚当到人鼓去按呢，冇办法脚长筋塌下去。好，请所有的乡亲朋友听玉梅老师看鼓看呢，好，冇办法，你先都按呢，冇做按反这样做的鼓，唔免脚并起来按呢鼓，好，你就他冇办法。 一下懂得后生人哦，连后生人就冇办法鼓哦哈。故说人讲能蹲才有老本哈，你从健康要从基础开始哈。好，呀，玉梅老师到前面本大家看哈，同样呀手不用多呀。好，吸气气的手向下的力量，好，慢慢的放起来，背部打直，记得了，头脑冇跌下去，手出来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鼓下来。 不用轻松，好，一个放一个下，一个放一个下哈，就会带给你，人讲去蹲可以创造健康的奇迹。好，你看我做唔到1、2、3，冇看你很简单哈，乡亲朋友用鼓看呐，4，等候哦，加油哦，6，好，鼓多呀。 好，接哈，同隔壁连衫啊，打在鼓起哈，你就鼓得。好了，比赛讲，慢人鼓得呢，鼓到较刺眼哈，较好势。其实鼓哈，刚刚讲，
屈蹲可以创造健康的奇迹。好，故说古代呢，甲下演奏，好，英美老师动脚的速度，安尼你眼前呢？好，安尼你眼前呢？有冇？好，各位安尼弯脚，好，呼吸一下弯脚，你可以蹦一下，蹦一下，蹦一下，手叉腰，蹦一下，蹦一下，有冇？各位安尼骑脚踏车，好，喜事让茶，一条基本的动作呢，让人带本健康，好，好了。今天英语老师的运动时间就到了咯，运动时间各位贴配脚，因为很开心、很快乐、很健康，好，祝福大家哦，安子噻。